睇下，佢係 J-Root。我哋特別邀請 J-Root 幫我哋示範跌倒。示範跌倒成本好高，所以 J-Root 同時兼職教我哋防跌。J-Root 上網站幫我哋示範防跌。J-Root 打開咗 J-Root 嘅防跌密碼鬼腳圖。J-Root 揾到平衡嘅核心，收放自如。J-Root 唔係淨係自己練，仲將呢一套防跌密碼帶到返公司同同事分享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，左右兩邊都可以係自己。老闆睇到個個員工醒醒目目，連 ISO 都通過咗。想成為自己嘅防跌專家，點一下呢個鬼腳圖就掂啦。同 J-Root 一齊自然笑住。